后来为这个9月23开始，就要帮12岁到17岁青少年来注 BNT 的疫苗。今仔日是交学生疫苗注射同意书的最后一天。有不少的家长是真担心讲，囡仔注这个 BNT 会来引发到心肌炎的副作用，拢要咧丢毒。讲目前这个注射意愿书，学校已经回收9成。不过有几来专家对青少年注这个 BNT 疫苗，拢表示赞同。因也是认为讲，现阶段有疫苗就要先注。这个台北市松山区迄位国中生确诊了后5天，今仔日学校恢复上课，大部分的家长拢真放心，认为学校的防疫做甲真周至。但是也是有一个学生来请防疫假。台北市松山区的高中生确诊了后，全校预防性停课5天，所有学生 PCR 拢阴性了后，今仔日恢复上课。不过也是有46位学生咧居家隔离，一透早嘛有家长到学校替囡仔提册。是要帮小朋友来拿书吗？对，他们现在状况还好吗？都 OK， OK。环境也还 OK 就对了。环境好像小朋友都没有什么特别的。对。校门口的铁门嘛拢关掉咧，看得出防疫真严格。外面的访客一定要先造册，那造册之后，我们需要看是不是有打疫苗，那才可以进入到校园。其中包含一位请防疫假，就是家长本身自己比较小心，对，比较小心，比较谨慎一点点。校方讲，大部分的家长拢真放心，疫情嘛算是有控制掉。今仔日拄好是家长考虑敢要互囡仔注 BNT 的上尾一天，校方收到9成的同意书，要等来统计。希望小朋友赶快打 BNT 疫苗嘛。他们学校有安排的，10月份就会打。家长拢愿意互囡仔注疫苗，不过目前美国上新的研究讲，12到15岁青少年注疫苗出现心肌炎需要住院的风险，比因为着病毒爱住院的风险更较悬。不过专家讲注疫苗好处较济。打完mRNA 的疫苗产生的心肌炎、心包膜炎，年轻人大部分他的恢复都比较良好。那一旦染疫的话，这个族群最近像是 Delta 病毒对年轻人的杀伤力的确远高于这个打完疫苗产生可能的并发症。心脏科医生讲，少年人若是患上病毒了后，重症的比例嘛有1成。不过若是注疫苗，可能心肌炎的几率敢若10万分之1，风险要是比重症搁较低。建议若是当注疫苗，就赶紧去注，才会当来对抗病毒。